来看非洲国家喀麦隆有一栋4层楼高的大楼无张持放起，上无造成33个人死亡，不少人重伤。另外，伫中国乌龙江省有一间中学的体育馆，厝尾顶有蹲一寡会吸水的建材，真自少。因为最近上大雨，真自少吸水怎变重，厝尾顶就记载袂掉放落来，去地死11个人。 救援人员伫阿妈土角中找出上尾一个受困者，不二个已经无命了。中国乌龙江济哈尼市一间中学的体育馆，23迄天发生厝尾顶崩塌的事件。事当时伫馆内拢总有19个人，其中有4个人家己逃走出来，其他的15个人都掉伫咧内底。当局今日派出大批的救援人员来救援。 对空翕的镜头会当来发现到体育馆的厝尾顶完全崩塌落来，伫咧馆内是欢欢喜喜。这间体育馆是起伫1997年，面积有12平方公尺，采用钢架结构的墙体，厝尾顶是用空骨里的。发生崩塌的时阵，这间中学的女排校队当伫咧体育馆内底咧做训练。现场初步调查。 挖进体育馆教学大楼，伫咧时间的过程中，亲像是违规甲保温隔音材料、珍珠拍照，甲蹲伫咧体育馆的厝尾顶，地势甲最近小连续落雨，珍珠拍照吸收水分了后变甲真重，厝尾顶记载袂牢，才会崩落来，造成11个人罹难的悲剧。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已经去予警方甲拘留调查。 镜头射来到非洲喀麦隆上大的城市杜阿拉，救援人员对阿马托角堆找到受困者，一间4层楼高的主体伫咧23起倒去，缀伫咧另外一栋主体顶悬。这2栋建筑拢总有200多人住伫遮。了后，搜救队过来搜救，死亡的人数嘛一直增加，目前上介少还佫有33个人死亡。 因为杜阿拉四上发生建筑物倒去，除了讲天然灾害以外，当地土木技师协会讲，无遵守设计规范是倒去主要的原因。不过目前还佫无清楚讲这边倒去的原因。公司新闻，郑依仁编译。